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等的中国的师生来台湾访问9天，这其中是包括着奥运拍乒乓的马龙，也有射击选手杨倩，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这成员内底有共青团的团员，也有共产党的人士，这是引起真大的质疑。咱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做出回应。 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规定了哈，所以如果说他们申请的内容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乐见其成两岸的这个交流。希望他们进来的时候也都按照他们的行程，还有他们当初申请的这个内容来进行他们的交流活动。活动的内容的项目来看的话，目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多有可能会有这样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。 马英九基金会表示，讲这师生呢会去参访中山女中，卖去一寡文化古迹，甚至卖安排因去西门町，也有台北101，主要就是文化交流加一寡企业的参访。